李家鼎公開錄音揭大仔真面目，81歲鼎爺嘅泣訴，養兒防老定養兒防搶？養咗個咩物體？各位巴斯打安好，歡迎入嚟魚眼雷達。呢幾日全城追擊嘅話題係81歲嘅鼎爺同佢45歲嘅大仔李永漢。如果我話俾你聽，一個80幾歲嘅老人家喊住打俾個仔，唔單止冇得到安慰，反而俾個仔爆粗兇返轉頭。呢個就係而家全城熱爆緊嘅李家父子事件。件事係咁嘅，鼎爺憑阿爺廚房爆紅，每個月俾5萬蚊供養大仔一家5口，供咗7、8年。最近鼎爺唔獲 TVB 續約，收入大減，諗住同個仔商量下減啲供養費，點知錄音流出，個仔唔單止大發雷霆，仲爆粗兇老豆，話你有200萬點解唔俾？屋契喺我手，你吹咩？消息一出，全城譁然。今日雷達唔同你重複新聞，我想同你睇下香港人點樣睇呢單父與子嘅終極悲劇，究竟係養兒防老定係養兒防搶？喂，你咁樣做人唔得喎，你有冇搞錯？你嗰日同你講，兜口兜面講埋點樣做，5萬蚊一個月，你自己講，你自己話你嘅定期8月開嘅，有200萬喺嗰度，200萬點解俾唔到咧？又唔係一次過要你俾。今日咧就決定咗，我冇得續約噶啦。咁樣咧，而家咧我幫你哋交咗最多交租啦，你出繼續出咗屎橋啦，唔係屎橋。好，碌暈晒 Flex 啲留言，第一個反應係壓倒性嘅，鬧爆李永漢。有網民話45歲揾唔到工，自己老豆都做到80歲啦，一嘢就篤爆咗個核心矛盾。你45歲，好手好腳，話自己高中都未畢業，所以揾唔到工。咁你老豆81歲仲喺電視台搏晒老命喺度捱緊，佢又係咩學歷？另一個網民就講得好直，45會揾唔到工，佢冇嘢啊，即係你唔係揾唔到，你係唔使揾工啫，因為有個老豆養。有人直頭改咗個花名俾佢，叫無業漢。雷達覺得呢個名真係改得貼切過攞獎。最攞命係呢句，聽到鼎爺喊真係好心噏，本應享兒孫福嘅年紀，仲要俾不孝子孫吸血，條 XX 自己冇生存能力，仲結婚生仔。呢個留言直頭係成件事嘅總結。你一個45歲男人，自己唔做嘢，仲要結婚生3個，然後叫個80歲老豆養你全家，呢啲係咩邏輯？呢班網民嘅結論係，鼎爺唔係養咗個仔，係養咗隻吸血物體。講先，你快啲揾份嘢做啦！我之前講我冇嘅。快啲揾份，你而家你嘅好好學，連高中畢業學歷都冇。我記得45歲出去做 sales 都唔使話冇。你兩公婆都唔做嘢，點養你咧？入個屋契就係我手，我訂咗俾銀行，你吹啊！不過同一件事 ，Press 上面都有另一把聲音，雖然比例少好多，但值得拎出嚟講。有少部分網民認為呢件事鼎爺自己都要負翻部分責任。個邏輯係咁嘅，你由個仔10幾歲開始就一直無限支援佢，令佢完全冇動力出去做嘢，去到45歲仲係一個攤大手板嘅新手黨。斷佢米路自然會做嘢，佢哋覺得養不教，父之過。正因為鼎爺當年太過縱容，先至會搞到今日咁嘅局面。呢班人嘅角度唔係話個仔冇錯，而係話你種咩因得咩果。鼎爺今日嘅眼淚有一部分係當年自己親手釀成嘅。你一歲就6歲，仲關我咩事啊？我適應咗好耐，但係我睇住佢眼睛回同嗰啲書要問上嘅啫。好，雷達而家同你吹下水。我聽完個錄音，再睇埋啲留言。我有一個好深刻嘅感受，呢個世界真係咩人都有。一個45歲嘅男人可以理直氣壯咁同個老豆講：我冇學歷，
所以我唔使做嘢。呢種自信心，雷達衷心佩服。你話佢冇生存能力？佢有喎，佢生存能力就係投胎，投咗個好老豆，然後咬住唔放。呢個係一種天賦的優勢，但問題係你咬還咬，你唔好咬完仲要兇返人轉頭，仲要結婚生3個仔女，令到成個家族變成一個食腦生態圈。呢個唔係孝順，呢個係寄生。我大膽講句，鼎爺而家呢個情況，同養咗個逆向按揭冇分別。你後生嗰陣俾錢佢，到老嗰陣佢唔單止唔還，仲要你繼續供。你話呢個世界公唔公平？有網民仲好好笑咁話，你估佢會點回應？實話呢個錄音係 AI 生成㗎。喂，你唔好話呢個可能性唔係冇，反正而家 AI 咁勁，老屈 AI 不嬲都係一個終極懶人包，乜都可以賴落去。如果佢真係咁講，我哋都吹佢唔脹㗎，因為呢個世界不嬲都係你永遠叫唔醒一個裝瞓嘅人。好，分析完網民嘅兩派聲音，雷達想帶大家跳出呢個家庭，睇下成個社會大環境。講真，呢單嘢唔單止係你家嘅悲劇，更加係香港第一個越嚟越普遍嘅社會現象。你望下身邊有幾多呢類成年嘅人，去到30-40歲都仲係要屋企人長期支援。呢班人嘅人生可能從來冇被要求過要靠自己，由細到大，父母幫佢哋安排晒所有嘢，返學、返工、結婚、生小朋友，全部都係父母喺後面幫手。到父母老咗，冇能力再幫，呢班人唔單止唔識感恩，反而會怨點解你唔再支援佢。呢個已經唔係孝唔孝順嘅問題，而係一個惡性循環。父母過分保護，令子女冇咗獨立嘅能力。到父母需要子女回饋嗰陣，子女根本冇能力，亦冇呢個心。所以鼎爺呢單嘢其實係一面鏡，照出咗我哋呢個社會嘅一個深層問題。究竟我哋要點樣教下一代，先至唔會養出另一個永遠等人養嘅人呢？好，件事講到呢度，都係嗰句，清官難審家庭事。鼎爺自己點樣處理，係佢老人家嘅決定。但呢單嘢確確實實係一面照妖鏡，照出咗一個家庭嘅悲劇，亦都照出咗社會上對於責任同孝道嘅價值觀衝突。你呢？你點睇？你覺得係個仔太過分，定係鼎爺自己攞嚟？留言一齊傾下。鍾意呢條片嘅，記得撳個 like 同 subscribe。我哋下集見，拜拜。